财团法人贡嘎寺为了保存藏传佛教的文化资产，10号上午特别成立神秘的文化会馆，邀请市长吴伟特以及座位的贵宾共同精彩开幕。我们恭喜贡嘎寺显密文化会馆正式成立启动，掌声欢迎！谢谢我们的市长，谢谢我们与会许多的各位贵宾。在开幕式过后，由财团法人贡嘎寺的董事长李明伟带领进入参观，内面展藏真侪珍贵的文物，有分别代表显教甲密教的观音木雕、甲金刚杵、有唐卡、甲喇嘛舞、藏传的佛教大藏经、甲百叶经等文物。这个是观世音菩萨哈，它是纯木雕的，很庄严哈，它是代表显教。那下面这个金刚杵叫十字接摩杵，它代表密教，所以我们这个场所它叫显密文化馆。这个是唐卡啊，它号称移动的宫殿啊。这个是四臂白观音的唐卡哈，那旁边这个就是文殊菩萨的唐卡。它是整个就是说，因为藏传佛教他们常常是游牧民族，常常移动，所以他们就会把整个对活菩萨的恭敬坛城就画在唐卡上，随身携带。是喇嘛舞啊，他们喇嘛每逢庆典就要跳的，或是起舞，或是消灾等等。这是当初天卡仁波切到我们贡嘎寺来跳喇嘛舞以后，就把这些喇嘛舞留存在我们贡嘎寺，那这今天可以展现给大家看。今天是非常殊胜不容易的，大家能够在中秋佳节的时候聚集在贡嘎寺，也是我们金刚上师，我们贡嘎老人圣诞的大日子哦。那当然很重要的是我们显密文化馆跟落成启用，这个就真的感谢我们贡嘎寺的各位师兄师姐的护持，感谢李董事长还有大家能够坚持把这个显密文化馆这么殊胜、这么珍贵的文物典藏能够收集，然后能够展现在所有的市民朋友们以及所有的好朋友，大家看得到，真的是非常不容易。光是看到那些人物念珠啦、佛像，事实上就让人家觉得心情很平静。因为农历8月10日是金光上师贡嘎老人的圣诞，财团法人贡嘎寺嘛提前伫中秋节这天举办红观音的法会加拜寿，场面庄严隆重。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。